第五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6拖3、4、11，三重彩單 T 四重彩4連環6拖2、3、4、11。各位朋友好，今日嘅賽事已經跑完啦。琴日喺 YouTube 提供嘅第五場呢就好彩，Win Q 三重彩呢同埋單 T 呢都中晒嘅。6號嘅喜慶寶呢獨贏有49蚊啦，位置22個半。46嘅連贏位呢派彩都唔錯喎，470幾蚊。位置連贏呢都係有155蚊。至於三重彩呢，642呢有3368蚊，而單 T 呢亦都有692蚊。今日呢喺群組呢提供幾場嘅連贏呢，第三、第五場都中嘅，就可惜呢第六場呢就中腳5搭12嗰條連贏呢有成406蚊嘅。如果呢過到呢三關呢，嗰個派彩呢都幾和味嘅。冇辦法啦，中腳只能夠起個孖。群組呢有朋友呢就將我第五場嘅6拖2、3、4、11加埋呢佢自己第四場嘅心水呢，佢又中咗第二口嘅孖 T 喎。佢中咗幾蚊，咁都唔錯喎。買400蚊咧，收成2萬幾蚊。亦都有朋友咧就中咗第五場嘅四重彩。佢就好叻喺第四位嗰度咧加多匹7號落去，投注咗60蚊咧就收翻3600幾蚊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付少少費用呢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揸 fit 論馬個宗旨呢，都係小注怡情，刀仔鋸大樹。嚟緊星期三泥地嘅夜賽呢，我將會喺星期二出邊提供心水嘅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